开水让它到零下30度还不会结冻。类南北极海水的红褐色氯化钙，陈志孔拿它来做冰棒。店内的招牌很特别，全台湾只有它这里才卖这口味。把我们的传统的客家的那个酸橘把它做成冰棒。搜集冬令盛产小酸橘，熬煮成膏，再瓶装保存。妈妈的创意在市场上很热销。来买的人都是说，你这有特制的冰吗？我说有，赶紧吃，好好吃。你不是那橘子酱的呀？你冰倒出来，我橘子酱倒到上面，吃吃看，好好吃。20分钟过去，新鲜冰棒出炉了。用老虎钳夹冰棒，这一招通常是游客最爱。黄澄澄的酸甜口感，也是夏日最佳凉拌。哇！天气冻热，四季基本天气很热，吃一支冰棒这是海陆的说法。事先我们说甜食罕宴哦，是一个本地耶。在父亲病后接手店铺，老旧的制冰机只换过冷媒，还是耐用。还有贩售用的小桌子，跟着陈家人走过数十载，浓浓复古味引领记忆。我爷爷奶奶那种年轻的时候只要你追女孩子、约女孩子出门就一定来这边逛街、看电影。这里曾是新竹最大的农产品集货中心。陈妈妈在繁华老街上经营杂货铺，没有冰箱，索性把配给黑糖做成冰棒批发，一卖70年。这是一直以来父母的做法，就这样，只要是能卖钱就卖，不管是半成品还是成品。默默地见证着周遭环境的兴衰。这家100年传统冰店没放弃存在，留住了传统的口味之外，也留住了多一点的人情味。甜食罕宴哦，是一支本地嘅。甜食罕宴哦，是一支本地嘅。